也若进前劳动部有员工，那亲像是因为工课场的霸凌，行底路上袂开，前劳法署长前劳法署的北分所长谢依荣管理方式引起争议。目前伊是防守也禁见，昨昏检方调查结束噶，依照涉密贪污这罪名改起诉。也若针对工课场霸凌这部分，检方是表示，公务员想袂开，和谢依荣的领导风格、管理方式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，所以这部分无起诉。穿乌衫、目屎夹的行礼会室内，前劳动部劳动署北分署分署长谢义荣涉嫌涉密独立厂商，检方伫拜三依照涉密加贪污治罪条例，侵占公共加公有财产加独立罪起诉。不过，这场霸凌部分无起诉。要为了北分署亲生同仁以及社会瞩目的案件，跟社会大众致上12万分的抱歉，非常对不起大家。案件侦结的结果出来，外界上注意的这场霸凌，检方是讲公务员自杀加谢义荣领导管理方式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，所以是无起诉处分。我要郑重的跟家属抱歉，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。谢义荣目前羁押禁见，检察官总共起诉谢义荣等7个人，包括4楼、4间、4柜在北分署的人员，一个厂商4林的兄弟，照投标资格4次的业者，依照违反政府采购法定罪嫌起诉。检方讲，谢义荣伫咧任内要求员工甲特定厂商讨论，未输敢若是替特定厂商护航采购案。另外，一个八收总价值2万外块的3个礼盒，涉嫌涉密加盗利等罪嫌起诉的部分，按算后礼拜移送新北地方法院审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